国内知名品牌。然而，宗庆后的创业之路并非一帆风顺，他曾经面临资金困难、市场竞争激烈等诸多挑战，其中和国际食品巨头达能的合资风波尤为艰难。尽管面临重重困难，但宗庆后成功地守住了娃哈哈的控制权，赢得了品牌的自主发展权。宗庆后不仅是一位杰出的企业家，更是一位具有社会责任感的公益传播者。宗庆后的离世是中国一个时代传奇的谢幕。